千年岐黃成古韻，一脈人術護蒼生。半華夏，走過煙火朝夕。濠江枕以神州，中西風物交融。本草國粹於此，代代延續。我係澳門中醫生孫傑。孫傑潛心研學，修成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博士後，先後師從全國名中醫莫蔚教授、國醫泰斗劉敏如先生，博採師門精髓，融會古今醫論，心懷對岐黃的赤誠，駐足濠江，懸壺助診，以人術濟世道人，讓千年中醫文脈在連島沃土生根發芽，綿延不絕。對中醫我係一生追求，我覺得一個人嘅力量係最細嘅，但係可以用微弱嗰啲光輝嚟帶動澳門中醫藥嘅發展，向國內外展示澳門中醫藥嘅風采、中醫藥嘅故事。醫者常懷悲憫心，情繫市井尋常人家。他主導籌建澳門中華中醫藥學會與中醫藥志工協會，帶住同事走進社區、走進校園，淺析養生要義，將簡易實用嘅中醫康養之法送至尋常百姓家，點滴善舉，匯聚暖流，讓杏林暖意，萬遍濠江長街短巷。想要吃透本草藥性，便進山尋百草，依草木實物印證古方，斟酌配伍。閒時駐足濠江岸邊，看海風鼓浪，碧水連天。數十載躬耕診堂，齡半生心得着，就正悟蓮花，收錄臨證感悟與詩成良方。陳委員睇到嗰啲真正嗰啲中藥點樣生長嘅，佢哋覺得好神奇。點解大自然咧，所有嗰啲植物生物都係中藥嚟噶？佢覺得呢樣嘢太奇妙噶啦，因此咧對中國啲文化咧產生好大嘅興趣。佢哋咧一直希望經常同我哋交流。數度登台國際醫壇，奔走海內外，交流醫術，借濠江中西交匯之利，將連島中醫風采傳向四方。自年少負笈求學，到如今同道攜手耕耘，縱使微光一束，亦不負流年，堅守國粹，身居濠江一隅，默默守護中華岐黃之光。其實中醫人呢係辛苦嘅，因為佢係默默耕耘。中醫人係靠一代一代嗰啲傳承落嚟嘅，佢哋辛勞默默耕耘，我覺得對全世界嘅貢獻呢真係最大嘅。我希望真正中意中醫同埋喜歡中醫嗰啲人群嚟講，把中醫做到最好，貢獻給全人類，呢個就係我哋中醫人嘅最大心願。半生躬耕杏林夢，濠江岐黃耀五洲。